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29号。这一期啊，咱们还得吃一吃啊这个董小姐的瓜，因为今天打开热搜啊，这网上全部是关于董小姐的，从中日友好医院到什么协和医院，再到什么4+4，再到什么泌尿科啊等等啊，这个热搜啊全是。所以咱们虽然昨天聊了一期啊，讲了一下这个董小姐的故事，这个中日友好医院呢，胸外科副主任肖大夫叫冲冠一怒为红颜呐，把病人啊，把麻醉好的病人扔在手术台上面，然后消失40分钟。也因为这个他的小情人啊，这个董小姐跟这个护士长发生口角，他一生气就这么任性。所以咱们继续闲扯一下这个董小姐。昨天节目我也说了啊，这个事情关于这个私生活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他愿意，但是你不能影响到这个治病啊，对吧？你不能影响到救人呐。另外，这个我在节目也说了，这个4+4协和的4+4这个模式，它初衷恐怕是好的，但是你执行起来有没有公平性啊？对吧？你的初衷是好的，最后你变成一个为权贵或者为这个一些特殊家庭啊，相当于开了个后门，你让那些小镇做题家，让那些寒门学子，让那些正经的啊考上医学院，什么5+3+4的什么，反正10几年下来都还达不到董小姐这3年4年水平的，你谈不上公平啊。所以说啊，这个我看今天啊这个热点，大家舆论的方向已经向炮火已经延伸了啊，也就是大家已经不再关心这个什么中日友好医院这个胸外科这个肖大夫，什么小3小4小5小6啊，生活作风啊，这个好像已经不是重点了，重点是大家都在讨论这个4+4这个公平性。很多人啊，包括学医的人，好像都不知道还有一个4+4这种叫独门秘籍啊。我在网上我也看了很多这个这种医学的那些博主大 V 啊，我看他们的评论。所以我们再聊一聊这个董小姐。说到董小姐啊，我觉得一切都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就在前2天的吧，一个董小姐刚搞出一个大新闻出来，说这个海龟里面啊有间谍，咱们坚决不能用啊。这个董小姐这话音刚落，对吧？这很多人就批评她，你这个说的太绝对，你这就为了搞流量耸人听闻。胡一静老师还要求董小姐道歉，咱们的媒体都在批评她，确实你这话说的，对吧？你给那个回国的人贴标签，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啊，你这样说话不合适，应该道歉。你看看啊，什么叫无巧不成书啊？董小姐刚批评完这个海龟里面有间谍，你看这还没2天，一个董小姐出来就接住了这个球。虽然说这个董小姐啊，此董小姐她不是间谍，但是也差不多也算吧，她搞乱了咱们的医学界啊，对吧？整个的把协和医院，把北京的3甲医院，很多主流科室，甚至很多院士、医学界精英，整个的啊给搅和了一遍，这个比间谍的破坏程度还要大呀。你这么一说，那个格力的董小姐说的还是有道理啊，对吧？这格力的董小姐这个说的话，在那个北京的这个金圈，这个什么医疗圈啊，都是顶级医疗圈啊，马上就显灵了。你看这俩董小姐一唱一和，至少把这几天啊这网上的热点全包了，舆论的这个流量一大半恐怕就到这俩董小姐身上去了。年轻的董小姐救了这个格力的董小姐，热点转移了，就无巧不成书啊。如果大家还记性还不错的话，应该还记得，应该是2年前吧，在成都春熙路上的董小姐打扮的花枝招展，结果被那个好事者啊，那些在街拍的人给拍下来了。结果发现啊，他是中石油什么公司的一个办公室人员，跟他的领导在春熙路上啊大庭广众之下非常亲密。我想大家还有印象吧，应该是2年前，也是董小姐。所以你这么一看的话，我感觉这个董小姐是不是就自带这个属性啊，自带流量？当然了，这个如果你说这个姓董的啊女性自带流量，实际上这个姓董的男性这个也不甘示弱啊。这个叫什么？以前那个东方甄选吧，后来叫与辉同行，那个叫董宇辉，那更了不得，对吧？那是大网红，那流量更大。就在好像1个星期前吧，还是10天前，这个董宇辉还获得一个什么人民文学奖。当时在网上啊，有很多人热议啊，咱们没聊这个，就是董宇辉他获得一个什么人民文学奖。董宇辉啊，咱们也知道他做节目啊，他经常搞一些文旅节目，然后他聊一些这个什么文学啊。有很多人说董宇辉聊这些文学啊，大概其实就初中水平吧，或者高中水平，就这么一个水平啊。作为一个网红聊这个文学其实没什么，但是你要说他能获奖，获人民文学奖，确实让人大跌眼镜啊。所以我也跑去看了一下，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人民文学奖它不是那个什么茅盾文学奖，也不是什么这个奖那个奖，是颁发这个奖项的
这个单位叫人民文学，我才恍然大悟啊，这不就跟那个什么叫那个酱油叫什么千和零添加，对吧？这人家名字叫千和零，你看完之后你说是零添加，那不是你自己误解了，你能赖别人吗？还有啊，1号土猪肉，人家的名字叫1号土，1号土是它的商标，1号土猪肉，你念错了对吧？你念成1号土猪肉，那也是怪你自己。所以我一看这个人民文学奖，哦，原来他这个出版社那个单位叫人民文学，这个对吧？就解释通了，而且他也是为了这个表彰啊，董宇辉他在推销啊他们的这个出版的书，这块做的贡献。这个董宇辉其实也做到了啊，经过他一推销的这个很多书啊，都卖的好了，这个也是贡献啊，这个不能乱说啊。咱们说的有点远了啊，反正姓董的啊，最近那都是啊舆论场上的高手啊，你能说这是巧合吗？啊，如果你要认为这是巧合，你再说一个什么姓，对吧？能够阵容如此强大，如此豪华，这好事都被姓董的赶上了。我们还要回到这个中日友好医院这个董小姐啊，这个协和4+4这个董小姐，她这个事一出来之后啊，这个网上各种扒这个料啊，在扒坟，很多人从这个董小姐1997年开始扒起，从她父母扒起，一直扒到这个董小姐啊，高中就是在美国上的，然后上了这个哥伦比亚什么大学经济专业，然后更多人扒出来说她不是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什么下面一个什么联合办学啊什么的，什么一个女子学院叫什么巴纳德学院，这我也不太清楚啊。有人说这个学院水平也挺高的，有的说这个学院水平一般，这个说法就不一致了。然后又扒出啊他是怎么回国的，然后在国内，然后他又是怎么进入这个协和4+4，完了之后他叫规培啊，他怎么去了什么肿瘤医院，也就是这个董小姐经历的这些医院，不要说在全国，在北京绝对都是顶流。然后他的这个肿瘤医院是泌尿科，怎么规培到了中日友好医院就去了什么啊胸外科，然后这个新华网宣传他做手术的好像也是什么胸外科吧，也就是网上扒的资料越来越多。但是我首先要说明一点啊，就是扒的这些资料真真假假，这个有的是以讹传讹啊，有的恐怕是客观事实，这些我们也不好说。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昨天咱们节目里介绍了啊，说这个协和医院的2023年那个博士生毕业啊，那个一个典礼上面是协和医学院的这个院长，是一位院士叫王晨，他在那个座谈会上讲了一个寄语，在这个协和医院这个应该是公众号上发出来了。他那段讲话里面说到这个董小姐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专业，昨天我的节目也介绍了。但是有好事者啊，今天再去把这文章找出来的时候，发现他这一句话给删掉了，动作非常迅速啊。还有啊，说有人在知网上搜不到董小姐的论文，也就是前天还有，就是昨天再搜的时候论文已经没了。然后就有人说啊，这董小姐的论文呢，好像这不像是医学的论文，更像是电磁学还是什么电子学的论文内容已经没有了，也就给人感觉啊，这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就是扒的这个扒材料的这些人啊，挖坟的这些人确实良莠不齐，这个以讹传讹，真的假的都有。但是你叫什么？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为什么网上这些内容都没了呢？是在掩盖什么吗？是害怕吗？你越这样对吧，扒的人会越多。我也看了啊，有这个医生这个微博上的啊，医生大 V 为这个董小姐辩护啊，为这个协和的4+4啊这个模式辩护。其中有一个说法就是，哎，你看啊，你都说他家里这个背景深厚啊，有各种传言啊，父母是对吧？又是央企的这个五矿集团啊下面的中野什么建筑高管，哎，母亲是北京科技大学的一个什么学院的院长，家庭背景比较深厚，哎，甚至有人说他爷爷是对吧？又是什么级别更高了，哎，有人合理怀疑啊，他这个家庭啊，就是那个过去叫冶金部里面的这个叫资深家族，要不然他爸他妈都是跟冶金部有关吗？都在冶金部里面刨石，对吧？在那个1亩3分地，那说明他的爷爷，哎，这个就跟那个《红楼梦》是一样的，这个大家能理解啊。这当然这些都是怀疑啊。那有人就说了，你既然人家家庭背景这么深厚，谁会让孩子去学医啊？这学医是最累的，对吧？你做一个开刀匠都多辛苦啊！虽然在北京啊，在顶流这种医院，收入还不错，但是毕竟也辛苦啊，累啊。你既然是这些家庭背景比较深厚的，或者甚至是权贵家庭，谁家孩子干这个事啊？这个啊，就说明他不了解情况了。这种家庭背景深厚的这些人家啊，有资源的，他们就擅长弯道
超车，这叫先抢占赛道，瞎有瞎路，憋有憋道，对吧？正因为他们了解这中间的运作，一个整个的一个体制啊，他们进行一个精密的仪器呢在运作，你外人看不出来，不知道，但是他内部的人他很清楚知道机器是怎么运作的，所以他知道卡哪个位置是最好，然后他会根据自己的孩子的一些实际情况，对吧？学习能力这个水平卡在哪儿是最好，这才叫背景，这才叫资源，这叫运作，对吧？这个董小姐卡在医疗这个赛道上，你看他这个设计啊，完美的避过了国内的这种残酷的内卷。他高中他就走了，对吧？到美国去了，美国那是另外一套选拔制度啊，对吧？美国上大学跟在国内上大学完全是两概念，哎，对吧？人家完美的避开了国内这种残酷的竞争，然后也通过4+4，人家也回头他也能回来。这个你一般的家庭你玩得了这个吗？你玩不了，因为你就不知道有这条路，对吧？等你知道有这条路的时候，你发现你没有资源了。人家董小姐叫推免上的4+4，你是谁帮你推免呢？所以你看他就是完美的避开了这些残酷的竞争，通过各种运作啊，人家先是把这个博士拿到手，医生资格拿到手，再在这个3甲医院各个重点科室干个2年3年。你以为他会一直做医生吗？你想的太简单了，你就太善良。这个只不过是他一个跳板，有了这样的履历，对吧？有了这样的这个文凭，有了这样的经历和专业，他下一步不就进入这个机器的一个管理系统，对吧？他可以去哪个3甲医院院长办公室啊？这个有毛病吗？再过上2、3年，对吧？他恐怕就进入卫健委，再通过运作有个3、5年，他恐怕就到哪个地方去历练去了，挂职副市长，这个见得少吗？这个你看啊，所以说他进入协和医院4+4，再去中日友好医院，再还那个什么肿瘤医院，这个都是他的一个垫脚石，就是他进入这个赛道。我记得这个应该是去年吧，咱们还做过一个节目啊，聊过这个现象。我记得应该是江西一个什么地方，是万年县还是什么一个县，它不是公示嘛？公示有3个副科级干部，任用公示都是那个县的什么那个乡的人大的什么主任还是副主任呢？都是副科级，结果被人扒出来一看，这3个副科级都是中专毕业。什么中专毕业啊？你想现在20来岁的人中专毕业那是什么水平啊？那就整个的就没上学，初中毕业这个不知道去哪儿技校混了3年，人家摇身一变变成乡这个镇人大的副主任，对吧？有多少985大学毕业的找不到工作啊？有多少清华北大的这博士到一个中学去竞争一个老师岗位啊？对吧？有多少这个浙大什么研究生毕业的跑到这个机场去当驱鸟员呢？你看这个人家，对吧？人家就没上学啊，人家中专毕业，在村里面干一干，乡里面干一干，马上就副科级进入，是吧？已经进入赛道了吧？这叫安排，对吧？这叫布局。没有家庭背景的，没有关系的，你当村支书那就是当村支书，那就是去做贡献，对吧？那就是去下乡吃苦。有关系的，有背景的，人家当村支书那是历练，对吧？那是完善自己的简历，对吧？待个2年3年人家就走了，人家路都已经铺好了，这是一码事吗？所以你看啊，现在这整个的舆论啊，已经本来这个吃瓜群众，中日友好医院这个瓜最值得吃的不就是男女关系嘛，对吧？这个胸外科的这个副主任小3、小4、小5、小6都有，然后这个董小姐啊，那也是非常乱啊，反正网上各种扒出来的，对吧？他也跟这个肿瘤医院的什么主任，然后也是什么总之他路过的地方啊，那都是有故事啊，非常香艳，都是真真假假。本来应该重点是吃这种渣男渣女这种瓜的，结果啊，这个瓜已经变成很次要了。现在主要吃的是4+4，公平不公平，对吧？这董小姐这个神奇的经历，关键她的路上啊，这4+4，她这好像她这个规培还加速了，人家是3年的，她2年，人家2年，她1年，人家要轮到骨科，在中日医院，她不用轮骨科，胸外科的这个肖大夫啊，找骨科的这个教秘，一个叫马大夫的，结果被这个马大夫顶回来了，人家不同意，就按正常的轮要轮过去。而这个马大夫呢，又被人扒出来了啊，他是什么一个乐队的一个键盘手。这个人啊，说过去啊，周末还经常利用周末时间全国到处巡演参加演出啊，周一又回到中日友好医院做他的大夫啊，就这么个马大夫坚决顶住。结果啊，这个董小姐说又动用了骨科的这个大拿，是协和医院的一个院士，
哎，动用这个关系让他打招呼。也就是说，这个董小姐的能量那简直是不可估量，能量惊人呐。我这里我要说一说的啊，就是这个协和医院的4+4这个项目或者这个叫培训方式，这个值得讨论。也就是说啊，协和医院叫协和叫医学院吧，应该出来走2步，要自证清白。也就是说，我这个4+4这个项目是经得起推敲的，经得起检验。这个也是为4+4项目这么多年来啊，他已培养了不少人呢，对吧？这几十个上百个应该有吧？这么多年啊，你得为这上百个人负责任呢。现在是伊犁老鼠屎坏了一餐道啊！大家都怀疑你这个4+4模式培养出来是不是都是董小姐这种人？关键是当你躺到手术台上的时候，有可能是董小姐这样人给你开刀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协和医院4+4这么多年培养了这么多人，这些人应该出来，对吧？要自证清白。如果你不自证清白，那因为这个舆论一过之后啊，大家对协和医院4+4肯定是负面看法多，对吧？你要说你是协和医院4+4的，人家肯定说你这个水平肯定有问题，你是走后门上的，这个就是水货啊。也就是说，协和医院这4+4，不论它是好坏，被这个董小姐这么一折腾啊，这个舆情一爆发，算是毁誉参半。20多年前啊，我刚到北京打拼的时候，我就住在校尉胡同。校尉胡同现在没有了，拆掉了。这个校尉胡同在哪儿呢？实际上就在这个新东安市场东边啊，是一个东西走向的一个小胡同。从那胡同出去之后啊，往北走就是协和医院的西门。大家知道吧？协和医院的东门，哎，那个是大门，你看病也从那个门进。协和医院还有一个西门，这个西门不开，西门上挂着个牌子，就是协和医学院。就我每次路过那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好奇，对吧？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协和医学院是谁在里面上学呢？那门从来没开过啊。它的门口还有一个汽车站，应该是几路车啊，101什么电车好像都在那门口有个站，这都是20多年前的啊。现在什么样我也不清楚了。然后那个协和医学院的南边一点就是东方广场北边夹杂着一个这个应该是明清的一个建筑，不知道是什么王府吧，我记得不太清楚，好像是这个14阿哥还是13阿哥的一个王府，本来是要拆掉的，后来没拆，反正是一个景点吧，是一个文物。有网友说啊，这个董小姐啊是医疗界的天才少女，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有的人生下来她就在罗马，就是这么巧，几位董小姐，对吧，在舆论场上刮起了旋风。中石油的董小姐刮了一阵子，对吧，没刮出名堂，没有能刮得动这个石油领域，对吧？这里面石油2代、石油3代、石油4代，这个医疗领域的董小姐，看看能不能刮得动这个医疗领域的这些黑幕。最后啊，这个是不是遇到姓董的要绕着走？本科毕业加推荐制，进入顶流医学院，再进入顶流这个医疗机构，4年后硕博毕业，成为医学博士。协和4+4模式啊，名义上是跨学科人才选拔，实际上啊，是不是已经成为少数有背景、有实力、有人脉的人呢钻空子的通道？这里面我还提醒一下啊，有好多人总认为这后面是不是有更大的官，因为这是大家的本能的一个想法啊，就认为这个是不是背后是不是背景非常深？其实不是的啊，在中国很多事情呢叫县官不如县管，很多这个惊天大案啊都是一些小人物干出来的，因为他懂，因为他知道这个要害之处在哪儿，他知道漏洞在哪儿，不是说你这个级别越高你就越能玩得转，不是这样子的。你有的时候级别越高，你玩得转，实际上你是留下的马脚啊，留下的这个蛛丝马迹太多，留下硬伤特别多，反而是这些小官啊，他们叫无缝衔接啊。这个一说我也想起来，过去这个好像北京市啊，应该是前年吧，23年，不是北京市出一个事吗？一个人是吧，他刑满释放之后又杀人之后，这个不就媒体就报道了吗？媒体就翻出来，这个人他以前杀过人，按理来说他已经判了死刑，他怎么后面变成无期了？无期之后变成怎么坐了3年牢就出来了？怎么出来之后他又杀人，是吧？这个事情好像查到最后发现啊，他怎么样通过在狱中减刑啊，本来是无期，对吧？变成12年，12年变成8年，8年变成3年，做完3年出来了。哎，我这说的不一定准啊，但是有这么个事。最后经过这个纪委，对吧，去查，发现啊，这中间运作的都是些小官，什么这个司法局的这个小头目，监狱的管理局的小头目啊，因为他们知道这中间的猫腻，哎，给你搞一个什么
在监狱里搞个发明专利安到你头上，减刑2年，然后你对吧，又在那个监狱里面表现好，给你搞一些英雄事迹，对吧？光辉事迹，减3年。哎，他就这么7减8减的，最后没坐几年牢就出来了。如果他不继续犯罪，不杀人，他这事情就过去了。这个案子也是的，一出来大家总觉得后面是不是又是后面住着个神仙？实际上不是的，就是个普通家庭，拿着钱到处打点，有点像那个云南的一个叫孙小果案，就是孙小果案也有这个意思，也这么个特点。所以说这些事情啊，我想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有的时候并不是后面有什么特别深的背景，只能说明这个家庭啊，他们太了解这个机器的运作特点，太知道这中间的这个漏洞在哪，太熟悉这部机器。哎，恰巧他也有资源，实际上是这部机器已经是漏洞百出啊。对内部人士来说啊，他就是漏洞百出；外部人士啊，他知道这个机器有漏洞，但是具体漏洞在哪是不知道，对吧？你以为是漏洞，但是你去一试就知道了。你要碰壁，对吧？你要撞墙，你要付出代价。你以为不是漏洞的，是天衣无缝的，实际上它是漏洞。所以说外面人看不出来，外面人只是知道有漏洞，内部人他知道漏洞在哪，所以他游刃有余啊。哎，这就是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吧？外行那就是在网上这些舆论，大部分人都是外行，只能是吃瓜起哄；内行人会心一笑，因为各行各业都差不多，各个领域啊都是这么玩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